有40栋历史的台北市大安区和平新生过路人的天桥，因为已经超过使用的年限，市政府本地今仔特别拆掉，有民间团体联署抗议，所以拆除的工程先暂停。这份报告呢是在今年的9月27号才公布，上面写着这个天桥呢现在年龄42岁了，然后它因为地方需求的缘故，应该被保留下来。请问一份9月做的报告，为什么10月就决定要拆除？请问这1个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在和平跟新生这个路口，应该用安全的角度来做这个思想来做这个思考，所以我想在拆除上我想是有助于行车安全。然后我们的配套还是有的，包括前川线的退缩，包括庇护岛，包括栏杆，还有整个号志实质的配置，我们都会做一个安全的检讨。这座天桥捌出现伫真侪影片，导演也用得枪的电影《一一立案》的饮食男女拢有出现过。有民众是发起联署呼吁讲，应该爱保留落来。也毋过交通局是表示讲，烦恼安全的问题，所以应该爱拆掉。